先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教会来听候你，我们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阮也受你的拣选，做今仔日礼拜的侍奉的工人。阮伫你面前用脚步敬虔的心向你恳求，求你的圣神进入阮的心内，互阮今仔日所做的工会当互主你欢喜，也互兄弟姊妹得到造就。祝福圣歌队所吟的诗歌，按诗会所发出的祈祷，所供读的圣经，甲你罗卜讲解圣经的话，愿主你的圣神对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来祝福。就亲像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以亲近你圣殿的人，因受福气的人，祝福阮会当伫你的圣殿领受你圣殿的福气，心满意足。阮伫你面前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来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甲阮同在，祈祷我个所有圣名，阿门。
讲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咱有福气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因为上帝的疼，互咱的生命无同款。因为上帝的疼，互咱的生命充满喜乐。这个喜乐不是世间人能夺走的。人讲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咱独独靠咱的万军耶和华，咱的上帝。因为赏赐予咱的是人夺不走的。我们一起来唱《爱喜乐生命》。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爱我直到万代，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永不更改，他的爱胜过失望阴霾，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，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喜乐泉源永止心底，忧愁不在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生命火花扬至心底，泪水不在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。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爱我直到万代，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永不更改，他的爱胜过失望阴霾，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，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喜乐泉源永至心底，忧愁不在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，生命火花扬至心底，泪水不在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，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喜乐泉源永至心底，忧愁不在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，生命火花扬至心底，泪水不在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，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喜乐泉源永至心底，忧愁不在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，生命火花扬至心底，泪水不在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。我这一摆小小的分享，在7月中旬我确诊了后，一开始拢无啥物症状，总是后壁我每一天不管有重无重，拢一直大量的流汗。那种流汗让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就开始担心害怕，后来就开始去医院，医生说没有怎样啊，无安怎啊。西医看看感觉无效，尾仔开始找中医把脉针灸，有较好。总是最近汗无流较济，我会开始我的气会喘不上来。而
一摆祈祷当中，我来上帝讲：主啊，为什么会安尼？为什么会安尼？上帝互我听到一个声讲，我分一口气互你。当安尼了，我嘛是常常有当时气上不来，我就会跟神祷告说：主啊，再给我一口气，再给我一口气。我就靠着这个祈祷，虽然这个症状犹原搁伫的，我会常常感觉我会开袂起来，会感觉足艰苦，我就会在我的心脏捶个2下，提醒他神的气在我里面。咱的生命无定时，而最近我嘛咧思考，当有一天我无搁起来时阵，我能留给我的家人什么？我能留给我的朋友什么？我就开始在想，主耶稣的爱可以帮助我们。在我信仰到现在，就像牧师昨天说的，我能端出几道菜给别人，我能端出几道菜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，更多的放下自己，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也感谢主带领我走在一条恩典的道路当中，因为他是我的主，他时常引领我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。虽然我会软弱，但是主就是这么的奇妙，他常常用诗歌，用我身旁的人对我说话。真的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唱恩典之路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在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我们一起来唱恩典之路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
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感谢主，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咱能拨开咱伫生活当中的烦恼，会用选择痛苦的祝福，就是清早时来到施恩宝座前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做伙来唱这条敬拜他。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，专心专意而乐天顶的爸。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，专心专意而乐天顶的爸。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，而乐你荣耀到万世。我专心敬拜伊，我要双手敬拜伊，我要阿乐伊大尊名。我专心敬拜伊，伊的名大地尊崇。我要专心专意阿乐伊。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。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，专心专意阿乐天顶的爸。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，阿乐伊荣耀到万世。我专心敬拜伊，我要双手敬拜伊，我要阿乐伊大尊名。我专心敬拜伊，伊名大地尊崇。我要专心专意阿乐伊，我要专心敬拜伊，我专心敬拜伊，我要双手敬拜伊，我要阿乐伊大尊名。我专心敬拜伊，伊的名大地尊崇。我要专心专意阿乐伊，我要专心敬拜伊，我专心敬拜伊，我要双手敬拜伊，我要阿乐伊大尊名。我专心敬拜伊，伊的名大地尊崇。我要专心专意阿乐伊，我要专心伫遮敬拜上帝。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，专心专意阿乐天顶的爸。我专心伫遮敬拜上帝，阿乐伊荣耀到万世。我专心敬拜伊，我要双手敬拜伊，我要阿乐伊大尊名。我专心敬拜伊，伊的名大地尊崇。我要专心专意阿乐伊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能当伫遮专心专意、专心专意、专人的来敬拜你。阮将下面的时间全然交托，献上阮的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
即时请咱准备心来敬拜。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，学了伊的话，要常常伫我的喙。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恁甲我着学了耶和华做大，三甲尊伊的名做悬。世间情人拢着点情，虔诚听你面前。无你看有世间俗事，逐项阮天意受事。上帝降临伊的圣即是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学了咱的上帝。圣诗173首，上帝即是临在。圣诗173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上帝
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现在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15篇。上帝啊，伫锡安有人学乐咧听候你，听人祈祷的主啊，罪恶较赢我。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。我毋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上帝的河，伊的水满满。你灌落田园，满伊的沟，收平伊的灵。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，滴伫旷野的草坡，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。山谷用五谷做牛来做麻来砍。这是咱个三个来吟圣诗，圣诗274首，求主施大恩。圣诗274首，请一个吟全首。
即时，咱三甲头来祈祷。小事稳定甲平安的天父，阮深深感谢你。最近风台有较济，但是你保守阮的兄弟拢平安，阁有得到侪侪雨水，互台湾的水库得到真大的补充。但是最近阮嘛有看到台湾有因为风灾破坏家园的人，阁有一群人的厝陷落无家可归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帮助因重新徛起来，找倒来建立家园的气力。阮嘛为着台湾最近受到经济冲击的人祈祷，不只是阮的兄弟，还阁有无景气的产业，求你施落稳定，互因及时的帮衬，心神平安，通度过即个困境。教会嘛是阮真侪囡仔开学的日子，嘛包括侪侪囡仔毕业，开始投入因人生的后一个阶段。上帝啊，阮知阮一生中有侪侪试炼，每一个阶段有无同的试炼。有时阮会跋倒真艰苦，有时阮会看袂到头前的标，毋知要向倒位跑走。但是阮知，阮会当将阮的人生交托互你。你是会陪伴阮行落去的上帝。就算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无需要惊灾害。
就算流目屎抹落种子，你也的确互阮出欢喜的写伤歌。就算头前充满阻挡，雾雾无明，你也要为阮刷开大山，铺平大路。检采，阮有时失落信心，但是阮是你的囝儿，你决断无气杀阮。阮要大胆向你求讨，加添阮的囡仔有教育的信心、教育的开力，甲教育的稳定，互因进入后一个阶段进前，顶头来回想家己骄傲也是纠结，拢会当体会到你算袂尽的稳定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救你民民愿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救你民民愿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使阮平安。赞美，咱请圣歌队。父亲来
这是咱三个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65篇第4节。诗篇65篇第4节，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即号人有福气。阮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咱再来看一位的圣经，新约彼得后书第1章第2节到第4节。彼得后书第1章第2节，愿恩典平安对恁亲知的上帝甲咱的主耶稣，加添侪侪互恁。第3节，因为上帝的权能已经用一切关系活命甲敬虔的事赏赐咱，对伫亲知迄个用家己的荣光甲好德了咱的，对遮个已经有宝贝甲极大的应允赏赐咱，要互恁对遮个应允脱离世间对私欲所致的败坏，得到有份伫上帝的性情。以上，正道题目是着享圣殿的美福，请陈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受恩赐福天顶的上帝，你的正经儿同心住这对圣殿内，阮来敬拜你。阮的先人以及圣经有侪侪提醒阮应允阁有赏赐祝福的经文。就是你互因踮伫你的圣殿、踮伫你的厝的内面的人，要有圣殿的祝福，心满意足。愿主你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的圣神临到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是伫礼拜当厅内底，或者伫地网络顶悬同齐敬拜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主求你用你温柔的声来叫阮。互阮将阮的心带着较无的心，倒来到上帝你的身边。主，互你出外的囡仔，通伫因的内心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互阮坐伫你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，照着诗篇65篇代笔的祈祷讲：你互因亲近你的人，即号人有福气。主，愿你的福气，互阮众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。愿心满意足，互阮生命中间，阮的心神、阮的肉体，拢要安然徛起。阮同齐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恳求圣神拍开阮的心，互阮来领受对天地来的祝福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代笔。伊所互咱的一个真要紧圣经的话，即句话真宝贝。伊讲上帝所拣选，互伊进入伊的圣殿，通亲近伊、敬拜伊的人，伊要伫圣殿的内底，台湾话讲心满意足。所以，弟姊妹，你看你的心，你甲上帝讲，主，愿你帮助我，成做一个心满意足的人。这是你所应允的话。愿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担着你圣殿的福气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当你读着这段圣经，听着诗会所宣读，伊讲着一句话，叫做“圣殿的美福”，就是圣殿内底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我敢会当请问你，你来教会遮尔久长的年日中间，你敢有一项上宝贝，就是你伫教会生活中间，互你感觉讲一生中间上宝贝的祝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到今仔日，咱伫即个施恩赐福的上帝，你对伊领受着什么？
圣经有真侪话咧讲起上帝的祝福。伊讲人通坦然无惊吓，到伊施恩造情，来领受伊的恩惠，做咱及时的帮助。所以无论是犹太人伫旧约，对4000年前一直到今仔日的咱，圣殿甲礼拜堂，拢有伊神圣的意义。当人行入迄个礼拜堂，哪怕点菜，迄日毋是礼拜日，迄日嘛无牧师通侍奉，嘛无圣歌队通吟诗。但是上帝圣殿信慕的人进入迄个所在，人要经历着上帝。我要请问，伫你灵修，伫你追求信仰到今仔日，那你的囡仔问你讲，爸爸为什么咱都要去教会做礼拜？兄弟姊妹，你敢有足肯定的答案？通甲你的囡仔讲，什么叫做圣殿的美福？就是圣殿的福气。伫这个所在咧讲的这个圣殿的福气，这个字英语叫做 goodness， 一切良善的，所有水佮好的，上帝对天地所赏赐予咱，就亲像今仔咱所读彼得前书第1章第30到第50节，伊伫这个所在讲愿稳定甲平安，对咱的天父上帝，咱的天父上帝要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赏赐咱各样的好处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所听的每一句的经文，对你的心内拢产生一个足大的感动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需要你，愿咱进入伫伊的圣殿内。这个作者是伫近代真出名的一个文学家，伊得到诺贝尔奖的文学奖。咱知影会当用文学来得奖的人，伊所写的物件一定有足深的影响。伊伫无久之前写一本册，叫做《幸福》。罗素这个人，互人叫做近代亚里士多德。咱东方的学校较少讲到亚里士多德，但是若西方的人，亚里士多德就亲像咱东方的人会讲孔子啦。咱讲孔子就是东方的，特别是伫中国内底，咱讲至圣先师，就是一个伟大的老师。伊对人的哲学，对人的人生讲了真宝贝。亚里士多德伊嘛有一本册叫做《论幸福》。这个现代罗素伊写一本足简单读的一本册，你若愿意爱好奇，你会当伫网络顶悬买一本册，也是讲去册房买一本册。这本册分前段甲后段。前段第一个就是发出一个问题，讲人为什么无快乐？兄弟，你敢捌无快乐？用牧师啊，做人拢嘛捌有无快乐的事、袂爽的事。罗素伊讲，人为什么无快乐？伊讲人有焦虑，人有做，人的内心有真多。伊就亲像咱常常对圣经的内底讲，我的心啊，你着静静。代表嘛是这种无快乐发出迄个祈祷。伊讲我要因为你的圣殿来心满意足。当一个无受安慰、无法度接纳焦虑、个心内惊吓，毋知要何去何从的人，伊进入了上帝的圣殿，伊的心就得到安慰。第二，罗素伊伫这本册的第2段，伊问到一个问题：人敢有可能幸福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毋免做文学家，咱甲罗素拢同款，捌问过这2个问题。我为什么我的人生这歹命？我为什么我的人生无快乐？兄弟姊妹，圣经内底有真侪话，来引带咱进入伫上帝伊的光。伊讲着趁有光的时，来就近伊，行伫光明的中间。愿上帝的话通过圣神的帮助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的应允就进入咱的厝内，咱嘛倒来到伫上帝的身边。因为上帝咧甲咱叫讲，我的孩子，你回家了吗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无一定去到教会做礼拜叫做回家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咱讲，咱的心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，你会记迄句话无？伊讲，我的内心就是圣殿徛起的圣殿。
兄弟姊妹，咱的心伫外面咧流浪，咱的欲望、咱的情绪、咱的心思意念，有时袂通得到安静。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愿即句话吸引你。伊讲圣殿的福气，要互人心满意足。愿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无论你伫网络顶愿甲阮做伙做礼拜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你嘛伫你的心内拄着上帝，看见上帝。也愿这个上帝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伫今仔日得当教会礼拜堂来，咱为着咱的教会同齐祈祷，因为咱是一直有福气的人，咱要伫这个所在来过教会生活共同的生活。教会共同的生活会当互咱4项的帮助。第一，就是伫圣殿来看见上帝的荣光。刚才你的邀义讲，我对细汉到今仔日，我出入得当教会无所处。我对细汉到今摆，我进入这间礼拜堂无所拜。但是我从来毋捌看见上帝的荣光。兄弟姊妹，毋通邀义，这间教会是上帝用伊的荣光所起的教会。刚才你毋捌看见，无代表上帝无存在伫遮。你同意吗？昨的新闻，互我想到一个足久失联的兄弟。这个兄弟来咱的教会，可能只有2摆，还是3摆。因为伊也毋是基督徒，迄当时伊拄着惊吓，所以来追求上帝。伊伫真惊吓的中间捌自杀，但是上帝保守伊的性命，自杀了无死。伊的负责人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负责人带伊来这间教会，伫这个所在想要互牧师甲伊安慰甲鼓励。我会记得迄日下晡，咱有一个教会姊妹带这2个夫妇来咱教会，行入来了后，因先伫教会安静坐咧。这个姊妹，咱的教会姊妹就去甲我叫讲，牧师，我有一个朋友需要你陪伴因祈祷。我会记得因2个人是坐伫头前排的第1条。当因甲我表示讲因的困难的事，我就开始甲这个兄弟鼓励，讲上帝做你的帮助。其实我袂记得讲我甲伊讲什么，但是我会记得有一项代志，我有足清楚甲伊讲。如果你若真正有需要，这间教会的门24小时是开的，你会当亲自家己入来。你毋免惊搅扰着牧师，你会当伫这个所在来甲上帝讲你心内动他。果然，这个兄弟伫隔工的阴暗，伊家己单独无甲伊的负责人，伊开咱的教会小门，伊一摆坐伫礼拜堂的中间。迄是伊第2摆来教会，第3摆来教会，是因为伊已经得到圣神的帮助了后，伊将伊的惊吓摕掉，所以找我当面甲我讲，牧师，当迄日你甲我讲话了后的隔工，我有来教会，我坐伫恁的礼拜堂的内底。虽然拢无人，但是伫迄个时间，我知影上帝陪伴我。你我咱无看见上帝，无代表上帝无存在。咱若听道理，咱都要相信道理所讲的这个上帝，伊是存在伫咱的中间。牧师要用什么种的言语甲恁分享？进入圣殿的人有福气。圣经所写圣殿的美福到底是什么？圣经所应允的圣殿的祝福，毋是遐尼肤浅、假情永安的尔。圣经中间所讲，人踮伫上帝的圣殿徛起的人，这个人是有福气。恁会记得大卫捌伫伊的诗篇23篇讲：我愿意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吗？迄个厝代表圣殿，迄个厝嘛是代表上帝人民人生命的家庭。这是无所不在，因为咱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这个代表的上帝就是咱的上帝。代表讲，我的上帝伫我一切患难中间，伊甲我摆设恩赦，
你会记这句话吗？诗篇23篇第5节，讲上帝伫我对敌的面前，甲我摆设筵席，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互我的杯满出来。兄弟姊妹，咱读即段圣经无数摆，咱敢嘛真正认真甲上帝祷告？主啊，我将我的生命搁一摆，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中。检测我一生中间无迄个福分，通用我的目睭亲自看到你的阳光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伫圣殿内底有4项真宝贝。第一，就是咱来到教会最要紧，就是想要看见上帝伊家己的荣耀。拄则即个兄弟，伊毋是3摆来教会，到后来有一摆，伊带一个钓囝的朋友来甲我祈祷，因为伊是台电的工人，台电的工作非常危险，有冒险性。昨昏的新闻咧报起讲，伫一个高架电塔，你有看到迄个新闻无？一个人伫遐咧维修迄个高架电塔，啪一下，人电丝掉伫迄个电塔顶悬，下骹的人目睭金金，用怪手咧吊车的人嘛目睭金金，逐个人毋知要安怎办。这个兄弟伊带迄个朋友来教会祈祷，因为迄个朋友是基督徒。但是是一个失联的基督徒，真久毋捌去过教会啊！这个兄弟就是用迄个吊车伫遐咧吊即个维修电线的人，伊目睭金金看伊的同事出火花，互电着，想要救伊，根本已经袂赴啊！当伊甲伊的身躯累落来的时阵，伊的心内有真多会惊吓，伊毋知要对啥人讲。所以，这个自杀无死的这个兄弟，因为伊经验着牧师毋捌看见的上帝，我凭什么敢徛伫恁的面前讲解圣经互恁听？我对细汉到65岁今仔日，我嘛从来毋捌亲目睭看过上帝，但是我凭什么敢遮尔肯定来甲恁读圣经？因为我的心捌有上帝望到，所以我知影这个看袂到的上帝，我的爸爸的上帝，我的阿公的上帝，嘛是我的上帝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你愿意这个上帝，伫咱看袂到的时，有缘引带你嘛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。主啊，今仔日代笔伊讲。圣殿的福气，互人心满意足。主，我毋是一个贪心的人。牧师今仔日想要甲阮分享讲，伫圣殿的内底，基督徒得到什么？第一，就是拄着。虽然毋是用目睭看到，但是用灵、用咱的心，因为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、用诚实来敬拜伊。所听的姊妹。恁的囡仔是恁的宝贝，恁的囡仔有来教会无来教会，是恁的责任，毋是牧师的责任。恁同意吗？当然，牧师嘛真愿意甲你做伙。恁的囡仔伫恁的身边，为什么你单独来做礼拜呢？恁的囡仔长成到一个年纪，恁必然爱看到恁的囡仔当大人的形。一个囡仔到大汉，犹太人12岁，因就亲像行成人的洗礼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圣殿的美福是什么？圣殿的美福就是咱来到上帝的厝内，义人的后代到代代无尽。咱伫这个所在拄着上帝。第二，咱伫这个所在经验到上帝的疼。我的上帝。伫我65年的人生中间，互我心满意足。我知影代笔所讲的心满意足是什么种的滋味。我感觉我对细汉到今仔日，上帝用各种的伊的陪伴，互我满足。满足毋是讲我足好业，满足是讲我的心内无迄个欠缺的感觉。
所听的姊妹，愿这个上帝的今仔日嘛对你讲话，用诗篇65篇，用彼得后书第1章第20到第4节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听这句耐人寻味的话。圣殿的美福第一，就是人来到上帝施恩座前，领受伊的恩惠，最及时的帮助。咱亲近上帝，做咱的好处，做咱的利益。亲近上帝的人，上帝就亲近伊。所以圣殿的美福就是，当一个人进入圣殿的时阵，伊就伫迄界，甲上帝面对面。今仔日我写互咱的礼拜日的祈祷书，有一句话叫做“这是圣洁之地”，这是我上爱的一条祈祷的诗歌。这是圣洁之地，有一条诗歌就是安尼。我常常伫清早进入礼拜堂的时，我会用我的手机播放这条诗歌。我啥物拢无想，就安静。我讲上帝，这个所在是神圣的所在，你的囝儿进入你的面前来追求你。拜五暗就是喜乐宝院募款餐会，这届来帮赞喜乐宝院募款的主角叫做白冰冰，是我一生中间头一摆现场看到白冰冰。白冰冰主持的中间伫讲台顶讲：各位朋友啊，你大概去天光，你第一项代志是做啥？大家拢无甲反应。我过来看讲，董事长啊，你大概天光，你第一项代志做甚物？我的心内甲想讲，我大概天光起来，当然第一个是泡咖啡。我无甲讲泡咖啡啦，我甲讲，我大家透早起第一项代志是祈祷。好像属灵的，足属灵的人。后来我静静咧想，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的面前，咱咧追求什么？白冰冰讲一个足简单，我逐工起来第一项代志，就是天开目睭。若无天开目睭口闭起来，这个人比牧师较实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。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甲主讲：我天开目睭，主啊，我伫你的圣殿天开属灵的目睭，主互我看见你，来到你施恩座前，领受你的恩惠，做我及时的帮助。第二，经历着上帝在咱的身边；第三，求上帝用伊的疼，是长看短深的疼，来安慰咱，互咱的孤单，互咱的郁卒，互咱的跨路。互咱的重担，互咱的土开，一切负面的思想，主用伊的疼，甲咱医治。第四，伫圣殿内底上要紧的一项工作，就是听到上帝的话。所听的姊妹，一个唔肯读圣经的基督徒，无可能成做有智慧的基督徒。一个欠过圣经帮助的人。常常是想到遐做到遐，毋是一个有计划、有智慧、有策略、有能力、有聪明的人。所以伫圣殿的内底的美福，上少有4项、5项，今仔日牧师甲咱做分享。兄弟，你会当问你家己，伫过去的教会生活中间，你得到什么？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彼得后书，伊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的圣神甲伊的权能，伫第3节。伊讲上帝的权能已经将一切关系的、关有的活命敬虔的事，将生命甲敬虔的事讲互咱听。上帝的话将生命甲敬虔、生命甲信仰的事讲互咱了解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就今仔日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足清楚、足清楚，将你的话讲互我听。互我会明白。搁落去第5节，彼得安尼讲，第4节，伊讲上帝要将宝贝搁极大的应允，宝贝搁极大的应允来赏赐互咱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伊讲上帝本身就是这个宝贝搁极大的应允，耶稣就是这个宝贝搁极大的应允，因为上帝要将伊的本性放伫咱的生命中，互咱有份
伫上帝的性情，有分伫上帝的性情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圣殿的美福，就是互人进入伊的圣殿了后，伊的性情改变，伊的意念改变，伊的情绪改变，伊的想法改变，伊的品格改变，就弃绝了囡仔的事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圣殿的美福，就是互咱的生命开始长大，有上帝伊的本性，有上帝伊的荣耀，有上帝伊的权能伫咱的中间。兄弟，你愿意为着这种的祝福，敬虔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伫遮，请你教示我，互我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代表知影上帝的宝贝，代表嘛知影一切荣耀拢对上帝所赏赐。若毋是上帝，以色列人的国王又阁算做什么？所以代表清清知影讲，上帝的圣殿宝贝知影。所以讲，我要为着耶和华来起一间礼拜堂。但是伊的手捌杀人，所以上帝无欢喜迄双有罪的手起无罪的圣殿。你会记迄个故事无？所以上帝甲伊讲：你袂通为我起礼拜堂，但是你的心意我接受，就互你的囝所罗门替你起迄间礼拜堂。兄弟姊妹，代表思思念念讲，我要一生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兄弟姊妹，德堂教会是你的教会吗？你有伫这个所在有一个回家的感觉吗？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，只要你找教会，迄个所在就是教会厝。当然，德堂教会是你的母会，嘛是咱中间有的人咧追求一个造就的教会。但是上帝的圣神对今仔日开始到永远，就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上帝祝福咱在座所听兄弟姊妹，圣殿的美福，用我用这张相片来问咱大家：现在你敢担着上帝恩典的滋味啊？你敢担着上帝恩典的滋味？昨暗的查经班的主题，拄就是耶稣讲天国的宴席。上帝为着世间人备办一个天国的宴席，伊差遣伊的奴仆去招人，邀请人来参加迄个宴席。一个人甲伊讲：我买一个田，我无用；我买5对牛，我无用；我拄娶某，我无用。一个主人受气讲：这个人无福气，毋免插面。你去外面邀请迄个无身份的人，什么种人拢甲伊邀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除了礼拜日，也有祈祷会。咱在座敢有兄弟恁从来毋捌参加过德堂教会的祈祷会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拜三有祈祷会。你伫2023年，你敢捌从来没有参加这个祷告会？牧师无要甲恁责备，因为咱毋是咧凑人数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除了礼拜日，除了祈祷会，也有查经班。我坦白甲恁分享，我到65岁这个阶段，我准备讲道片甲准备查经班的时间，远远超过我伫过去来到德堂教会所有的时间。我真盼望，当我要离开恁之前，尽我有可能的能力，将上帝的话，搁一摆，甲伊汇整来甲恁分享。牧师从来无在乎基督会有偌济人，也无在乎迄个查经班有偌济人。我知影咱中间有人无方便暗时开车，我知影咱中间有人无方便用电脑、手机上网。我嘛真盼望讲，如果来当，我搁伫白天搁开查经班，只要人有愿意要搭经的，恁甲牧师讲。
牧师，我什么时间有方便？你敢会当带我读圣经？甚至你毋免来，牧师会当单独甲你伫来顶悬，搁一摆做伙读圣经。所听的姊妹，重要是咱敢已经担着圣殿的滋味。什么叫做上帝稳定的滋味？互上帝的话放伫咱的舌尖。今仔日我想互咱的这个祈祷词中间都有这句话：主啊，求你将你的稳定放伫我的喙齿，互我足清楚担着这是咸甜苦涩到底是什么种的滋味。求就互咱，兄弟姊妹，咱莫做一个不明不白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真正担着这个稳定的滋味。今仔日我要邀请咱做两个祈祷，咱甲上帝开嘴。主啊，我目睭刻刻，我伸开我的嘴，伸出我的指。主啊，你将迄个圣餐的饼就亲自放伫我的喙唇的内底。主啊，你将这个圣餐的杯亲自倒伫我的喙唇的内底。愿上帝养赐咱，互咱真正是担着上帝稳定的滋味。迄是什么种的滋味？请听今仔日的圣经安尼讲：你所拣选，互伊亲近你，点伫你的圣殿院内的人，即个人有福气。诗篇是一篇咧讲起幸福的一篇的诗，伊比罗素所写一本论幸福迄本册更加宝贝。诗篇150篇的中间有足侪篇，拢讲起人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，因为溪水活命的江河要养饲伊。上帝伫对德的面前，甲咱摆设恩赦，即个人有福气。兄弟姊妹，咱若爱幸福，咱就要找着人。咱若要得到幸福，咱要找着人。咱的上帝就是幸福的源头。所以代表个落去讲，这个人、这号人，要因为你的厝，要因为你的圣殿的祝福，来心满意足。这个福气，牧师要甲恁解说伊的原文安怎读，伊叫做阿萨、阿夏、阿瑞、阿什瑞。这个字新约甲伊定义叫做八福的迄个 Macarius 这两个字。牧师即摆要渐渐减少甲恁讲原文安怎读，但是牧师读这个原文，互恁听的意思，就是希望恁会记得上帝所讲的幸福。是旧约嘛应允，新约嘛应允，是早应允，今仔日嘛应允，甲将来嘛应允。我真爱这个白话字的翻译，伊讲啥物？心满意足。兄弟姊妹，有什么种的形容词比心满意足，佫较会当完全来形容幸福的人生？代表伫伊的诗篇中间16篇，伊讲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我的肉体要安然徛起，代表是一个真了解人的思想、感情、情绪，甲伊所有的体会的人，伊才有法度用遮尔深刻的语言文字来描写讲，上帝祝福是人的心欢喜、心快乐、肉体安然徛起。伊才有法度安尼翻译讲，这种的幸福是一个会当互人心满意足的祝福。所以的姊妹。愿你听有上帝伫今仔日，伊亲自对我、对恁所讲，我要将这个心满意足，就是福杯满溢的人生来赏赐互恁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，请你赏赐我。主啊，请你赏赐我。虽然我无什么种的资格，但是因为听，我无什么种的资格。是因为你是我的天父，你愿意白白将这种的恩赐赏赐给我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感谢讲：主，我知影你为着我所准备的，是超出所求所想。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，是超出所求所想，超出咱的资格，
超出咱的能力，超出咱该得应得的。所让予我的地是在伫真水的所在，毋是咱应该得到的，是上帝白白所赏赐予咱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甲你同齐倒。伫每一个时刻，伫你的身边的时，上帝你陪伴我属灵的恩赦。昨个早经班用即句话来开始，因为耶稣伫一摆讲道的中间，有互人责备讲：你是安怎甲遐罪人做伙食饭？是安怎甲遐抽象的人做伙食饭？耶稣才会讲即个制度的譬喻来互遮个人听。所以有一个人伫伊的身边。圣经无写，无讲即个人是啥物人，伊的名是啥物。但是即个人，伊讲出一句真有智慧、圣性感动的话。伊讲有一日，若会当伫天堂甲上帝做伙食饭，这是有福气的人。是耶稣甲伊讲，你是有智慧的，你所讲的若毋是圣性的帮助，无人会通知影即项奥妙上帝奥妙。伫迄个所在所讲的幸福。就是诗篇讲的阿夏，伊伫新约希腊文叫做 Makarios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要离开教会进前，你拢花手伫你的心内，你甲上帝感谢讲，对今仔日主我要带着心满意足的幸福。所以求你将这个心满意福、心满意足这种的满足的喜乐，赏赐互我的囡仔。我知影我的囡仔嘛足辛苦、足认真咧追求伊的人生，但主求你帮助，因为有时人歹教，我歹教我的囡仔，我嘛毋知要安怎帮助我的囡仔。但主啊，你所予我的心满意足，你嘛予我的囡仔。主你帮助我，祝福我的囡仔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圣殿的福气，兼在是你的阿公的福气，兼在是你的爸爸的福气。今仔日嘛是你的福气，将来嘛是你的囡仔的福气。阿免嘛。我咱甲主讲，主，互阮的家族哪来哪亲来认捌你，是一个宝贝佮极大。今仔日的彼得后书第1章第4节、第3节，伊讲是一个宝贝佮极大的祝福。彼得所讲的这种祝福，到底是咧讲什么？大卫所讲的圣殿的美福，到底是咧讲什么？兄弟姊妹，趁早认捌上帝的话，咱就趁早享受正确的方式来甲上帝交陪，做伊的家子。因为圣神要帮助咱，伊讲上帝的神灵、上帝的神的权能、上帝神的力量，伊要将所有有关系什么？活命甲敬虔，意思就是俗世的生活甲属灵的生活。敬虔就是人的灵命，人的活命就是肉体的假清用。上帝要将这个世间的假清用甲属天的属灵的知识、上帝的奥妙，拢讲互咱听，互咱明白。咱若有上帝，咱就拥有一切；咱若有上帝，上帝就为着咱陪伴咱人生所有一切，伊所供应咱。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地。所以彼得伫伊的批信的内底，伊安尼讲：上帝已经将宝贝佮极大的应允赏赐予咱。这个应允是什么？彼得讲，这个应允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基督对天降临。这个降临的上帝的囝，伊要将上帝的拯救、上帝的圣情、上帝以圣神各种的恩赐放伫咱的生命的内底，要互咱脱离悲哀，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脱离最欲望的败坏，互咱离开失望，互咱离开焦虑，互咱离开自哀自怜，互咱离开被伤害的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上帝领受。保罗讲，这种的福气
是对天顶上帝所赏赐。彼得讲，愿俄勒阳光归伫咱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伊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有赏赐咱各种属灵的福气，各种属灵的好气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想袂到，不要紧，你只要会记得，我一生的福气是上帝对天顶来准备。戆戆啊信，专心信，坚坚相信，相信这个上帝是你一生的依靠。圣殿的美福的意思就是，我无能为力。我若去礼拜堂，我若去圣殿，我来追求这个上帝，伊就为着我成就我一切的需要。这个上帝要将一种新的画面，活跳跳的画面 ，Makarios、Ashar 以及 Shalom， 拢是咧讲起一种完全的生命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甲主讲，我要重新甲你建立新的关系。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的关系若健康，咱才会健康；咱甲上帝的关系若健康，咱才会当真正心满意足。所以大必讲，义人要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。启示录，约翰听到圣神甲天使的感动甲启示，伊写伫启示录21章，伊讲将来伫天顶的圣城，伫天堂的所在，上帝的天顶的耶路撒冷，迄个耶路撒冷要有一条江河，对上帝的施恩宝座流出一条江河，迄条河所流过的香槟，要有活命树栽种伫迄个溪水边。上帝活命的江河，要有你甲我，咱伫上帝的江河边，将咱的生命种伫树仔边。几礼拜前牧师讲，热天刷树仔是上戆的代志。牧师讲迄个譬如讲了无啥好势，有当时咱的青年感觉足难过。伊讲牧师啊，阮辛辛苦苦甲你做伙刷栽迄丛树啊，若死，我毋着足戆的。人若死，遐囡仔逐工拢去看外面迄两丛高大去迄两丛树。但牧师真巧，佮甲因安慰讲，毋免烦恼，伊已经对下骹布心意出来啊。迄个囡仔感觉真安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过去若捌孤单，愿上帝互咱的生命布新的个。恁若礼拜了想要看，恁家己目睭紧紧去看迄两丛树。上帝互孤单的生命有新的画面伫内底。这是一个愿望，也是一个祝福。启示录22章讲，伫上帝的圣城内面，要有一条生命的活水江河。伫这个生命的江河相边边，要有生命的树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求你留一个土地，让一个生命的地互我，将我的生命栽种伫你生命的江河，将我的生命来种伫你活水泉的江河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的生命伫你的内底会当成长，发旺，会当真正结果子。这是幸福的人伫上帝伊的稳定的中间。第二，我要兄弟姊妹分享，咱爱用敬虔的心来做礼拜。兄弟姊妹，爱甲礼拜当作一项真神圣的代志，好无？无论你是上班的时间受主动不得已，需要伫线上参加礼拜。我甲咱报告，咱中间有一个咱真无熟悉的人，叫做庄仁巨。伊真爱倒来得当甲咱做礼拜，但是伊有真侪困难。伊伫桃园的所在，一个年轻的兄弟，逐礼拜拢咧参加咱的线上的礼拜。所听的姊妹，爱认真亲近上帝。毋是干那认真做礼拜，咱甲亲近上帝当作一项真神圣的代志。因为咱若亲近上帝，咱的灵命一定会进步。你相信吗？你若亲近上帝，你就无容易孤单，你就无容易着惊。人容易着惊是因为无胆，人容易着惊是因为心内无稳固。但是当咱亲近上帝的时，上帝甲咱保护，伊讲我的囝，
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我不吹熄。恁会记得这句话吗？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句句是宝贝，亲近上帝的人有福气。我们要鼓励兄弟姊妹，敢会当服务师甲恁邀请甲拜托，以后就要礼拜堂莫开讲，好无？就要礼拜堂除了要交谈，要讲真要紧的教会事奉的代志、提醒的代志，尽量咱就莫伫教会内底聊天，因为有当时愈来愈侪人的时候，咱的聊天的声会愈来愈大声。我要甲咱会师咧，顶礼拜收圣餐的时阵，牧师咧旁边的时阵，忽然有迄个电话铃声响，迄是牧师的手机啊，吼、我嘛会甲恁相共，有当时会袂记哩，关手机啊，吼、后来我才发现，因为我歹势，佮对遐佮惊倒翻头，但是迄种的电话是一接就挂的电话，足冤枉伫咱礼拜中，因为咱教会会友从来毋捌礼拜中甲牧师敲电话。牧师甲恁分享讲，咱拢难免会有即种的无小心。牧师甲咱提醒讲，互咱的教会做礼拜的时阵，咱是一个敬畏上帝、分别罪行的时间。我知影你们已经很认真，也很好。比如咱去放牧师做礼拜的时，后壁有人咧讲话，我活头几啊摆，后来我有一放心，就是毋是咱，我嘛袂使讲，迄是放牧师教会兄弟姊妹因徛伫后壁咧讲话。但是我无意思讲对一间教会好甲歹，兄弟姊妹，咱来到教会圣殿，这是圣洁之地，咱用敬虔的心。如果咱要开始礼拜，咱嘛会当安静读圣经，咱嘛会当安静默想来祈祷。咱伫礼拜的中间，什么叫做圣殿的美湖？咱真一礼拜堂的中间，你会当回想讲，牧师伫今仔日捌甲恁讲的4项。第一，来到神施恩宝座前，祈求依靠，这是第一项。我进入上帝要领受上帝圣殿的美湖，第一就是渴慕甲祈求，我进入上帝施恩宝座。第二，主啊，今仔日来做礼拜，伫礼拜堂的圣殿中间，互我一句宝贝的话，是关系到活命甲敬虔的话。主你的话要改变我的思想，主你的话要提醒我，什么所在做了无完全无够格的所在。主你帮助我。第三，主啊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你搁一改，用你的圣心来充满我。主你的圣心来踮伫我的内面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你的圣心来踮伫我的内面，我就心满意足。愿天父上帝填满咱生命的杯。第三、第四。当咱要离开圣殿的时阵，咱甲圣神祷讲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充满我。对拜一到拜六，我离开礼拜堂了后，我进入这个世间，倒去到我的厝，伫逐所在，主你的圣神，甲你天顶属灵各种属灵的运数。今仔日牧师所带阮读的即个，伫天顶所享受各种属灵的运数，带伫我的生命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？就是一个用敬虔的态度，伫上帝的面前做礼拜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就用心灵、用心神、用诚实来敬拜伊。什么叫做用心神甲诚实？就是用渴慕的心，用敬畏上帝的心，用圣洁的心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咱的教会。也祝福恁，也咱做伙为着得着教会祈祷讲，主啊，互每一个来到这间教会的人，因会当亲像今仔日牧师所见证、所分享，这个来教会无几摆的一个兄弟，伊伫这个所在拄着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愿这间教会有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上帝，愿求求你的名，你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听到你的奴仆大笔的分享，
互阮对心中有一种的渴慕。主啊，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，互即个福杯满溢，互我担着圣殿的滋味，互我领受各种对天灵来的恩赐。主，求你祝福阮的兄弟姊妹，互因成做有福气的家族，互因成做一个因为敬畏上帝，伊的灵命得到上帝你的本性圣性的充满。主啊，帮助我每一个人，拢伫你的祝福的中间，来成做心满意足的人。阮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应得上帝的听。圣诗398首，我来亲近耶稣。圣诗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来亲近耶
这请坐，只是请准备心来奉献。这请坐，平安礼，请陈牧师。咱同齐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情景，当咱的念耶稣听你的时，愿主耶稣对天灵，将咱各种的需要来引导咱这条诗歌的祈祷。一生中，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脱离黑暗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我耶稣的
你，会求你，耶稣永远行你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选为着袂通伫阮中间，甲阮同齐做伙礼拜，无论是出外，无论是病痛，无论是因为工作的时间会阻挡，我要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会圣神甲因三甲伫地，用你的疼慰类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阮伫啥物所在，上帝你的疼就成做阮最大的扶持甲帮助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也为着阮教会年长的长辈来祈祷。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，互阮的教会年长的长辈，因会通伫主你的扶持怜悯的中间，因的生命充满了上帝你圣神所带来的平安甲喜乐。阮特别真感谢你，互即师娘张成即师娘，伊虽然跋倒手术，但是伊渐渐咧恢复健康。主你也互伊会通伫带着无方便的情形的下面，由阮来到上帝你的圣殿，甲阮同齐做礼拜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怜悯帮助，阮教会中间，阮所看袂到，阮所毋知影，心灵中间有重担、有看路、有忧伤的阮的兄弟姊妹。主啊，你的圣神就亲像光进入因的生命中间，用你圣神的权能来透放。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通伫你的怜悯甲帮助的中间，对恩因分活开，互圣神所带来的大能力，成做因生命中间极大的帮助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倚靠，主你圣殿所享受各种的福气，拢成做阮伫一生中间的见证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，咱来为着生日的人，敢有人即礼拜生日即礼拜生日的人拄拢无法度倒来，包括友友嘛，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所以即礼拜嘛无法度做礼拜。咱来做伙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，咱做伙为。专为着即礼拜生日的惠子姐、友友、恩君、春莲姐。阮为着主你的查某囝来恳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嘛要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帮助。阮要为着玉君姊妹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阮祝福。主啊，阮为着所有伫即礼拜生日的人，也有为着所有需要的人恳求主你怜悯帮助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照你家己的应允，能由我伫因的心上。主，互因生命的杯是一个无空的杯，互因的生命的杯是上帝你用家己的恩典所备办的祝福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，互因伫头前所要行的道路，每一工、每一脚步，拢有上帝你的顾守。主，照顾玉君姊妹甲洪民，互因会当伫上帝你的怜悯中间，深深受着祝福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也为着。袂通伫阮中间亲自向你祈祷，但是伫网络顶悬讲阿免的，主啊，愿你的恩典就甲因撒甲伫地。我来恳求祈祷，我叫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耶稣听你，上帝祝福你。所听，这敢有人需要牧师为恁祈祷，恁也愿意伫这个时阵。恁会当来头前，牧师嘛愿意为着恁祈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甲圣神的感动，甲恁撒甲伫地，每一个人照着咱的需要，上帝圣神成做恁的帮助。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。即时我来报告，请咱做伙来看周报。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75人，现金4670块；主日出席7人，现金345块；祈祷会9人。本周聚会
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3、8点伫礼拜堂，青少年团契礼拜下晡1点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6、7点半伫线上，圣港服侍下礼拜聚会请陈美秀执事，领诗请郭依玲姊妹，司琴请陈美秀姊妹。书宪甲招待请张宏仁执事甲办管执事，爱餐请尤丽芬姊妹，新安康读经表，咱请照这顺序来领收。集体交通，第一，9月16拜六下早10点，爱家8要举办保利欧家园同感的感恩礼拜。邀请大家共沐主恩，咱有定地是伫德东乡东阳路2段36号对面，请伫9月12号进前向义诊登记，方便咱安排相关的代志。第二，10月开始，每礼拜六下晡2点半到5点，儿童宴会，咱本季的内容有合唱、烘焙、提示能。欢迎主日无的学生来报名来参加。第三，圣诞节有洗礼，请有感动的人有备心，并且报名接受真道班的课程。第四，请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然后7日请5国际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，第一，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代祷。第二，为着身心欠安的洪玉基、庄严、詹达、庄仁聚、黄宏仁以及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三，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。第四，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、富林教会、一教会以及德克达教会来代祷。以上。牧师想要邀请咱兄弟姊妹来参与一个祈祷。拜六因的牧师的家族有个别熟，所以我搬到去爱家伯的保利欧这个家园的动工。但是这个是上帝看做真受祝福的工作。我邀请下这咱做伙甲牧师，咱用祈祷来为着上帝以伫保利欧家园这个工程的顶端，伊的带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要为着爱家伯甲保利欧家园来祈祷。主，这是你所想述的意象，也上帝你家己亲自所带领。经过21年的时间，阮伫你面前感谢你，互这个果子开始要结出保利欧家园这个造福的工作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荣耀上帝你家己的计划，因为你有互侪人看到这个感动人的故事。我们伫你的面前为着这个同工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，互爱家伯所有的团队同工，因会当伫上帝你的人面中间来向前行。主啊，你是一个稳上加稳、力上加力的上帝。愿将保利欧家园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，愿天父上帝，互这个同工一直到兴建的完成，以及将来经营甲照顾，拢得到上帝你赐福欢喜。也愿这个事工当应神益人，到永永远远。愿同齐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吟上用的诗。这是咱来吟上用圣诗507首，应当归圣父上帝。请起立，吟全首，吟诗请陈牧师祝祷。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撒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遮济灭道避讳。